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陽光財經，我係 Sunny。今日係2026年5月20號，星期三。騙徒最近真係落重本 ，Facebook 出現咁冒充我、老李、美頭同埋多位財經博主嘅 AI 數字人詐騙廣告，假到亂真，邀請大家加入學習群。呢啲群通常會引導你去老千股或者空氣幣，買咗之後就血本無歸。如果唔小心入咗嘅黑交易平台，你入咗佢嘅錢就好似肉包子打狗咁，佢唔返出嚟㗎。AI 而家只需要一張相就可以整到條片，連聲都一模一樣，要佢哋複製公眾人物真係易過借火。我今日啱啱見到高曉松發咗條微博，話佢親舅父買咗粒高曉松大力丸，食完仲幾 work 添。高曉松聽到之後真係又驚又好笑，話高曉松幾時賣過大力丸啊？ AI 數字人真係太似啦，連自己舅父都中招。巴克希爾今年嘅年會都展示咗巴菲特嘅數字人，真係一模一樣。要提醒大家喺 AI 時代唔好俾人呃。呢件事真係幾麻煩，始終我冇辦法通知晒所有人，一定會有人中招。如果大家遇到咗唔知咩來頭嘅假博主，一定要去 YouTube 揾翻真嘅博主確認下。我攬炒真正嘅美股，多數情況下都賺到嘅錢，就算蝕都唔會蝕晒全部。但係如果誤墮騙局，嗰啲人真係食人唔吐骨頭。今日標普指數升咗79.36點，升幅0.08%，終止咗3連跌。大市強勢整固，跌都冇跌幾多。由中期角度嚟睇，依然係升浪入邊嘅一段，但係短線嚟講就唔係好明顯，要等一段時間先睇得出個趨勢。我估計可能會入咗震盪，橫行一陣，始終升得太急，要休息下，等長期平均線追翻上嚟，拉低翻個乖離率。納斯達克指數今日升咗399.65點，升幅0.54%，係短線連跌3日之後嘅反彈。今日呢支細陽燭又收復咗短期平均線、5日線、10日線都冇翻晒佢。美股要估頂真係好難，喺隨時震盪下，話唔定又創新高。今日油價回落，布倫特原油跌到大約88蚊美金。特朗普表示，美伊談判已經去到最後階段，因為談判有機會達成協議，油價應聲下跌。今年夏天，美國人要面對每加侖5蚊美金嘅油價，出門去公路旅行嘅成本係近幾年最高水平。有篇文章推測，今年美國人夏天出遊會多花240億美金。下半年美國就會進入中期選舉，如果共和黨失咗個席位，總統任期下半場好多政策就會更加難通過。所以雖然中期選舉唔係選總統，但係對總統嚟講意義重大。佢照川普嚟講，談判去到最後階段，好似見到曙光咁。原油同美股唔同，原油對戰爭完全唔脫敏，係打定同對油價波動影響即刻見效。美股就未必會反映時局變化，對戰爭已經有嘅免疫力。既然油價跌，美債孳息率都跟住回落。今日30年期美債孳息率回到 5.12%， 佢都仲係高過 5% 呢個關鍵位。高盛有份報告話，決定美股頂唔頂得住利率壓力嘅關鍵，唔淨係冇孳息率幾多，仲要喺利率升得幾快。如果冇風險利率慢慢飆升，股市慢慢接受，可能都仲頂得住。但係如果突然飆升，股市就會嚇親，跌得好勁。高盛預測債券利率都差唔多到頂，依家都幾吸引，未來1年內會逐步回落到大約 4% 左右。儲存晶片公司賺錢賺到嚟，韓國嗰間海力士嘅員工獎金高到離晒譜，可以睇到年薪6倍嘅獎金啊！搞到三星電子嘅員工都眼紅，要求佢公司營業利潤嘅 15% 咁做獎金，結果搞到要罷工。今日消息一開始話三星工會談判破裂，但過咗幾個鐘又話暫停罷工計劃，已經達成初步薪酬協議。三星罷工會令到存儲晶片供應雪上加霜，對美股嗰4隻存儲股嚟講係好消息，佢哋啱啱可以高價賣貨賺錢，所以談判失敗嗰陣，存儲股股價都即刻被刺激啲。
不過最後三星工會都達成咗協議，會攞出營業利潤嘅12%嘅分。三星仲提出用股票嘅支付績效，設有鎖定期，員工唔可以即刻套現。而家存儲股升值，大家都中意，所以呢個方案就初步達成咗。三星又唔罷工啦，所以美股嗰啲存儲股就冇乜利好啦。喺 SpaceX 即將上市之際，太空數據中心被認為係 SpaceX 嘅潛力業務之一。但係馬斯克喺太空探索領域嘅老對手貝索斯今日就話，太空數據中心短期內都難搞。貝索斯嘅藍色起源同 SpaceX 嘅業務有冇重疊？雙方都爭住喺 NASA 嘅登月合約，又都有衛星互聯網，可以話係競爭對手。貝索斯而家話將數據中心搬上太空係一個好現實嘅方向，但係真係要落地，可能要好長時間。有時我都會喺地球上仲有好多人跡罕至嘅地方，要太陽能有太陽能，要風有風，要天氣凍，快啲散熱嘅地方都數唔晒。點解要咁急搬上太空呢？貝索斯講嘅制約嘅因素其實就係成本，能源成本高，火箭發射成本都仲要再壓低先得。貝索斯喺亞馬遜唔係大手投資 AI 咩？市場唔驚有泡沫咩？貝索斯話唔使擔心，好多投資最後都會證明係好健康嘅。收市後，全球矚目嘅英偉達財報出嚟，收市後股價波動率完全低過預期。都唔知聽日開市會唔會有大波動。啱啱出嚟嘅第一季業績又係勁好，總營收有816.2億，遠遠高過華爾街預期嘅791億，突破咗而且大幅超過800億大關。呢個營業收入比我尋日條片入邊預計嘅800億多咗好多。調整之後每股盈利係1.87美元，都高過預期。數據中心嘅營業收入有752億，同比增長92%，超過嘅預期。毛利率就略低過預期，原本預期係75%，但係公佈出嚟係74.9%。至於第二季預期，NVIDIA 預計營收會去到910億美元，高過市場平均預期嘅868億美元，仲會保持住好強勁嘅環比增長率，而且未計中國收入，因為 H200晶片究竟賣唔賣到去中國都未確定，所以都未計埋落去。未計都已經好勁。AI 增長曲線仲係保持住好陡峭。公司宣布有800億美元嘅股票回購額度，仲有季度股息由1美分加到25美分。財報本身冇咩問題，不過股價都係搖搖晃晃，又冇跌。不過好似喺期權市場預期嗰6.3%嘅大波動。期權定價太高，玩期權嗰啲人可能會因為波動細啲而蝕錢。今日盤中，我哋公開戶口買咗 Reddit 30股，仲剩翻38股。呢個係計劃之內嘅交易，賣出嘅原因係因為戶口現金真係太少，一旦股市回調就完全冇子彈，佢就會錯過撈底嘅機會。賣 Reddit 仲有一個原因，呢隻股我最早買咗100股。之後賣咗38股，已經睇翻晒全部本金，剩低咗其實都係利潤。今日都算係實現佢嘅利潤。賣出之後，戶口入邊嘅現金都只係得5000，都唔夠3%，倉位仲有97%。收市截圖淨值係21.5萬，不過今日除咗 Reddit， 其他股票都係升緊。至於想賣出嘅高通，我仲未最後決定賣唔賣。琴日有觀眾留言話，前幾個星期大市指數不斷創新高，唔趁機獲利離場。依家市場回調，冇股票又跌咗，呢個時候先至落袋為安，好似有啲遲咁。咁如果再加埋今日嘅操作，觀眾又會話，仲有啊，你 Reddit 200幾蚊唔賣，100幾蚊反而賣咗，賣出又唔係全部清倉，賣一半留一半嘅係咩意思呢？ Reddit 係一個社交平台，美國版嘅貼吧，問下問題，網友都會好熱心咁答你。最近一季廣告收入都大幅增長，不過市值200幾億，之前最高去過400幾億。嗰陣時我就覺得差唔多啦，因為馬斯克買 Twitter 都係400幾億 ，Reddit 好難超過呢個價值。最近個圖都冇咩趨勢，啱啱我又有計劃回籠現金，再揾新目標，順手清一清有賺嘅股票，就冇決定啦。
剩翻38股都冇乜所謂，升定跌都係賺，留翻嚟都係為咗對沖下手氣啫。買入之後成日都係先蝕一陣，賣出之後又成日會升翻少少，搞到人覺得點解運氣咁差呢？其實呢啲都好正常啦。我相信每個人都試過一樣嘅情況，買嗰啲股唔升，賣咗嗰啲就狂升，真係氣死人。我以前都買過 TGT Target， 舊年年尾話要做咩稅選收割，就將 Costco 換嚟做 TGT。本來睇住1月底再換翻 Costco， 後尾又改變主意，唔買零售啦，轉咗買高通。Target 隻股票就喺沃爾瑪同 Costco 咁好，但都係有少少升幅嘅。如果1月嗰陣佢賣出 Target， 其實呢隻股都已經賺緊錢啦。所以賣出真係要好小心，除咗要交稅係肯定之外，踏空都成日發生。而家又睇住賣出高通，原因都係想套翻啲錢，再揾其他目標。但係呢，我都擔心會好似之前賣咗嘅股票咁，賣完就大升，好似 AMD 咁。尋日有2條留言，其實都代表咗唔少人嘅諗法，覺得我一賣高通就會大升。呢2條係咁講嘅，Sunny 要賣高通咩？快啲賣啦！你賣完佢先至會升，同 AMD 一樣，支持陽光賣嘅高通，哈哈哈。高通估值低，喺半導體板塊入邊升得唔多。其實佢都有涉獵 AI 數據中心，只係之前市場一直擔心蘋果自己研發基帶晶片取代高通。過去5年，高通股價大上大落，股性好難捉摸，好似一匹野馬咁。如果真係判斷唔到，我可能都會買一半留一半，升嘅跌嘅都唔會後悔。最近有間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咗一隻10巨頭 ETF， 從7巨頭變成10巨頭，叫 Tata Capital Magnificent 10 ETF， 加咗3隻高科技股，呢3隻分別係 AMD、博通同埋 PLTR。其實等 SpaceX 上市，甚至 OpenAI 都上市之後，美股前10大個股嘅排名可能又會有變。由7巨頭擴展到10巨頭嘅基金，其實都反映咗管理人除咗喺7巨頭度抱團，仲想擴闊下思路，而佢入選嘅股份都係散戶可以留意下嘅。有觀眾要求我講下台積電 TSM， 考慮到英偉達營收仲會繼續強勁增長，半導體板塊大量訂單最終都係台積電代工。作為行業上游，業績真係唔使愁。而家半導體晶片行業正值高景氣週期，台積電都喺主升浪入邊，預計仲會保持住好好嘅上升勢頭。市場分析嘅文章同影片可能會擔心股市升得太高，升多咗大家都會有啲驚。尋日有個評論幾有趣，想同大家分享下，感覺大事唔妙。上個禮拜5全部獲利清倉，但係又忍唔住手痕，呢2日又不斷入市，結果又被套住。我終於明白，被套住反而比空等更令人安心。講下我哋睇法啦，我覺得美股主要方向都係向上，空倉好容易踏空。巴菲特最近3年賣咗大量蘋果、美國銀行等股票，估計少賺咗幾百億美金。呢啲都係股神做咗事，投資者都冇意見。如果係咁後生，佢嘅基金經理咁樣踏空，肯定會被炒佢魚啦。連股神都會踏空，可見揸住現金觀望，其實風險都好大。好啦，今日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